歡迎收聽 He Observe True 頻道，我哋為你帶嚟最新、最真嘅新聞及時事分析，深入全探討。宏福苑5級火後政治風暴燃燒，民建聯多度發聲明，若證實黃碧嬌違法，絕不姑息。大埔宏福苑於11月26日發生5級大火，火勢由外牆棚架迅速蔓延7座大廈，釀成重大死傷，引爆全港關注。隨着工程物料而不符阻燃標準、棚架結構爭議等問題浮現，外界將矛頭指向涉3.3億元的大維修工程及舊業主立案法團的決策流程，而曾任該屆法團顧問的民建聯大埔南區議員黃碧嬌更成為輿論焦點。面對網上大量質疑聲音，民建聯於11月26日及11月30日兩度發出嚴正聲明，強調若調查最終證實黨內任何人涉及違法，包括黃碧嬌在內，黨方絕不姑息，支持依法依規作出嚴正處理。黃碧嬌角色備受質疑。翻查資料，宏福苑上一屆法團於2024年1月通過總額高達3.3億元的大維修工程，涉及8座，近2000戶，向每戶收取16至18萬元維修費，引起數百名業主強烈反彈，最終於2024年9月特別業主大會中被罷免。黃碧嬌在該屆法團中擔任顧問，曾多次出席法團會議，並在社交平台呼籲支持舊法團留任，反對罷免行動。火警後，黃碧嬌被追問是否曾參與招標及工程決策，她回應指自己只獲邀旁聽，無參與決策，並強調在9月換屆後已卸任顧問，後續工程情況不知情。然而，選舉資料顯示宏福苑屬於其大埔南選區覆蓋範圍，與他先前聲稱該屋苑不是其覆蓋區的說法出現矛盾，也引起部分市民質疑。民建聯於11月30日再次發聲明，語氣明顯比火警當日更強硬。聲明指，若經全面及公正調查後，證實包括黃碧嬌在內的任何民建聯成員存在違法行為，我們絕不姑息。同時，黨方指網上出現大量中傷抹黑、不實謠言，強調公眾應在官方調查結果公佈前保持客觀，避免未經證實的揣測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民建聯在11月26日的聲明中曾強調，從未參與宏福苑大維修招標及任何相關工程事宜，但在11月30日的聲明中已不再提及此句，令外界關注黨方說法是否有所調整。在11月30日的宏福苑調研處，黃碧嬌面對記者提問，為何指自己沒有參與維修工程時未作回應，由多名同行人士包圍護送離開。有記者的米被撥開，更有人大聲喝止你躝開，引發傳媒界不滿。大維修工程疑點多，ICAC 及警方介入調查。宏福苑大維修工程由2024年7月動工，主要包括棚架、外牆、天台、太陽能板重建等。火警後調查初步指，用於棚架的保護網雖標清阻燃，但部分物料包括發泡膠高度易燃。工程管理層或存在疏忽，物料把關不足。工程公司部分人員涉貪污與誤殺罪名被捕。廉政公署及警方已拘捕至少11人，調查仍在進行。民建聯面臨政治壓力，網民評論兩極，網上對民建聯的反應分化，有人批評之前話抹黑，依家頂唔順又上啦喎。若需要交人頭，絕不吝嗇。也有人認為應待調查結果出爐，查清楚先講，唔好未審先判。ICAC 應該俾黃碧嬌一個交代。火災造成的悲劇與維修工程爭議交織，使事件從公共安全問題上升至高度政治化。如果你唔想錯過最新、最真新聞及時事分析，記得點讚、訂閱 He Observe True 頻道，撳埋鐘仔，第一時間掌握全球政情動態。多謝收聽。